麥兜拎住個購物籃，一個人行去屋企附近嘅 supermarket。佢以前唔鍾意買餸，總覺得超市啲燈太白，啲音樂又好難聽。但自從冇咗麥麥之後，佢開始習慣一個人行超市，用選擇牛奶同洗頭水嘅時間拖慢啲日子。佢行到蔬菜區，望住啲菜心，啲記憶即時彈出嚟。以前麥麥會拎住兩條菜心，就問佢：呢兩條邊條肥啲啊？佢就會笑，就講啦：我覺得係你咯。今日冇人問，冇人笑，佢仲會拎住兩條菜心，然後忍唔住喺度自言自語就講啦：兩條都唔肥，都唔係你。佢行到零食區，見到麥麥鍾意食嘅蝦條，順手就放咗個籃度啦。望住包蝦條，佢就停一停，就跟住又擺返上架。收銀姐姐就問啦：唔好咩？麥兜笑咗笑，跟住就講啦：留返畀啲真係有人等緊返屋企嘅人啦。出到去，天開始落雨，佢拎住個膠袋企咗一陣，終於開口細細聲講：原來一個人買餸都係可以一場懷念嚟㗎。